少緊張嘅，始終我係嗰啲要預備好晒先會消除到個緊張感。我覺得都好好啊，佢哋都即係問到一啲我自己可能打波嘅經歷啦，比賽嘅經歷啦，又或者一啲我玩呢項運動嘅原因啦。玩閃避球嘅時間耐咗啦，其實你對閃避球依個活動到底有乜嘢諗法㗎？閃避球開頭嘅時候我都係當佢係遊戲嘅啫，同朋友消遣下。咁而家我就覺得係我要去達成一啲目標咁嘅感覺咯，係啊，始終我覺得香港隊都依然能夠可以喺世界上攞到好啲嘅成績。咁我嚟緊嘅目標就會係希望可以幫呢項運動令到香港更加受其他國家嘅人關注咯。邊一個比賽令你最深刻㗎？第一次嘅國際賽啦，咁嗰時我第一年入港隊啦，第一年出去唔同國家去比賽啦，咁嗰一年係去埃及比賽嘅，咁最深刻嘅原因就除咗佢係我第一個比賽之外呢，咁佢亦都係我第一次入決賽啦，亦都第一次喺決賽度啱啱好輸咗啦。咁嗰次係非常之深刻，因為我哋爭少少就喺 U21拎到世界冠軍。閃避球咧，呢個波同我哋平時玩嗰啲波嘅質地或者啲其他方面有咩唔同啊？呢個閃避球呢，其實你摸上手佢係用布嚟做啦，咁其實好少其他嘅球類係用呢個質地啦，咁同埋呢個大細亦都係比較少有嘅。咁同閃避球類似嘅運動有手球啦，咁手球個體積會比較大啲啦，可能失敗嘅時候，咁當然大家都會去諗點解失敗啦，點樣調整啦，呢個應該大家都會做嘅嘢嚟嘅。咁我有時都會諗，其實係成功嘅時候都要，究竟咩原因成功到呢？其實係咪好彩定係真係我做啱嘢？咁所以我都會質疑自己，成功嘅時候係咪我個方向真係啱，所以先成功？定有啲咩背後嘅原因？咁呢個係算係一個我會成日諗嘅一個 kind of 座右銘啦，係啦。